上数宽，后上太上鼓，有花太假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蛇中阿中古有道咧，你老後生人打在古界世界了。唔知大家平常時有注意到麼？也嘅朋友地圖可能有到呢，當下去看展覽，去美術館，也係講圖書館，個重要嘅世界，當下去咖啡廳點一杯咖啡，韓國咧佢做嘅衫褲佬平常去冇強弱，講係外地圖當有文藝嘅世界，也到呢，你創條按做係文창。不過咧，文창嘅潮流到底嘅風乜界咧？咁樣，你要搶到了解後生人共同來討論一個主題嘅總上來分享。首先，老大家小記到係張做題數學嘅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對面寫嘅陳子怡咪姐。第二件。好啦，正經啦，白鏡老大家紹介一下。係啊，看佢都高調嚟吼。好啦，咁今年來到兩片咁啲去做乜嘅？因為我根本係文창啊，喺東校度傳統時裝嘅地位多咯。說講白妹啊，啊嘛嘅長片衣嘅裝白劇啊。Hello，古早基本幾類做乜嘅？我嗆大家。搶出去。哦，基本嘅唯一才創學最鬧，文창嘅人，等下就講文창做乜嘅地基鬧嗬。第二就老大家小記到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一面看起來就像文창嘅李家哥哥。搶名嘅搶，啊，群起來聽聽啊。看起來就文창。年嘅搶係搶，年嘅搶，年嘅搶係搶名嘅搶，冇中央嗬。好，第三老大家小記到係阿飛琴。大家好，我係飛琴呢，我是做嘅文창啊，是有藝術家個性。哦，你是個形體概念。藝術家個性就係我唔是，我都藝術家。有唔是要穿唔到嚟還沒講呢。沒講好可憐哦，不要再按人講好嗎？來知道給我們的後製旁邊的曾子瑜真可憐，喊踹口。你出片到兩片吼，唔同金毛拿到兩是個通告費呢。曾子瑜壞掉了，要消費咧。好啦，下一位老大家小記到係阿妍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動形線嘅文창，都動有氣質嘅阿妍妹。嘅氣質咧，用咗是唱數算機節目，係聽晒老大家小記到阿簡呢。大家好，我係唔好對流行，但搶做設計嘅阿姑姑。哦，你做設計，唔過動唱文창咩動會做設計，唔過嘅阿簡呢看起來冇唱文창。我係免動槍啦。好，呢位老大家小記到阿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文창風格就係短褲、奶領褲個1008嘅黃小鳳。人家嘅文창風動唱樓梯上嘅煙火冇見。我金子金屬阿個金拍鏈嘅黃小鳳。嘅係20-30年過後會做嘅衫褲。今年啊，前面做得出去咧，嘅下咩？但基本係動用新準備嚟，個文창有啊。免動창啊！不過真竟然講到文창呢兩隻詞，對大家來講，到底文창大家聽義當唱冇強咯？你自己聽義當中嘅文창係乜嘅？回傾來講下。我知道是係文藝搶年，我是擬文搶年啦，唐起來當孔融啦，係。對於來講就係有那種藝術嘅氣節。係。我做呢篇老太再補充一下呢文青那個風格，其實到1960年代到美國有那種呢那種嬉皮風格，咁過到89年代有那種雅痞風。所以漢白你看到那文창這種老自家老配上一模強容，我很愛讀書一個。古時候的英文裡面，我要請我們的英文老師先回到一下張伯謙哈，那 hipster 係麼 hipster？嬉皮，對 ，hipster 就是一種又相信會講老配上一模強咯。不過這個詞有個負面意思，就講佢嘅真嘅文창，也係講我係炸咗係文창。文창。我炸到老配上一模強咯，不過其實我肚子裡面我只是假墨水嘛，老配上模強容嘛，係唔係按用去？嘅你間你會知道，白謙你係文창嗎？按 Q 對人的呢，他就是那種假墨水的，係嘛？唔係假墨水，我根本一當過墨水片。你知道幾文창係冇？其實佢算係啦，到上片嘅地位都算啦，哈。跟你間起來講下，不過新冠毒唔係哦，唔知㗎，新冠毒咩？跟新冠毒到底係乜嘅？來反抗一下。我係拖嚟差唔多有10年嘅戲劇學院，估上係咩有10年嘅藝術家嘅氣息，好冇？估上係走係。嗰啲可能都變到不卡，冇帶出來。
好啦，沒有可能啦。不過我講一下我對文強嘅一個看法嘛，即係知道係文藝強嘅，就會有藝術嘅氣質。但是我知道亞下嘅文強吼，變做嘢行銷嘅手法，比方講乜嘅文青鞋啊、文青服裝啊，衣衫，文青眼鏡啊、木匠啊都有。嗰種我知道文強亞嘅事變做嘢行銷手法就錯咧。前幾日咱老太太講，我上禮拜到明路紅賣嘅棉床單吼，床單，文青床單。文青床單，那個人都文青床單，也都用錢去賣落去咧。我直接就不是，重點是愛動好該種圖案，那個絨髮絨。不過我就覺得，那個很乜嘅文青床單，該隨便文青係冇。你就係文強啊？係啦，是冇嘢，你咩槍？兩個槍？不過對白劇可以講，挑白啊，你家下要講過，自家係動好到時從到雪撲白咩那個叫佢拖鋼線啊，長便宜。對於來講，文青係乜嘅？真嘅唔了解嘛嘅係文青咧，對我來講吼，文青係唔係嗰種吼，其實係賣唔起嘛嘅奢侈品啊。不過有時候讓大家講獨樹一格，讓你冇平庸。哎，左邊不是啊，右邊也不是啊，冇是顯重點好咧，啊做文青，所以講嗰個有啲嘢外皮係文青，不過個性袂獨哦，性觀獨嘅地步根本唔係文青。係真嘅文強做得冇吼。跟小鳳對你來講，乜嘅很多文青。我知道文強哈有一些的跟個人的氣質、氣質有關係。有的人佢咁樣係會做啥物唔會搶人啊。誒，就是說有的人哈，我幫佢做時裝哈，唔過佢嘅尺足嘅，你可以用嚟看得啦，係冇就不適合。係啊，冇跌到，不適合，不適合。應該切對唔會問題係麻煩，挺快，安尼唔好。咁啊，我做啲接佢嘅話，像佢吼黃小鳳吼，佢捧啲木匠，我唔會知道幾多有知識嘅人。誒，有的人戴木匠會唱高數哦。完全冇。你係高數別嘛嘅，他是教授會教的野獸。他是會教的怪獸。冇叫啦，對阿爺冇人，對你來講文強係嘛嘅？我知道文強就會有很有書卷氣息，還有講嘅話都言之有物，像美哦上太多啊，還有寫出來嘅文筆吼都有層突。我知道你係東窗我們第一代文青徐志摩。佢係第一代粗框眼鏡嘅人。係大家就聽得見。嘅名人。係大家就聽得見的掛嘅木匠，還有知道佢表裏如一啊，大家這個文強表裏如一，藝術家嘅氣質。不過亞下動作嘅文強就會多嘅咖啡湯，翕嘅講嘅相片，啊就用到文強，係冇？嗰時候亞下動作渣嘅假嘅文強，渣文強，是渣我哋先啲講一下，從按呢個主持太太阿仲古就會經典，包甲不換改，文強，冇錯。因為喺我版是要博愛就超改，博愛咩冇得到。聽到你一聽咗按腦呀，真嘅好，希望你好。不過家下嘅阿燕妹講到啲聲音，我當場要熟司機，我上台子咁咪熟司啲聲音，所以講佢從頭到節目行講。我係後生太上公小公主，從頭。電影下嘅小公主，曾志怡咩姐？啱啱講起馬上聽唔講，聽唔講啊！我從頭真見冇有啲條件，明明就係種變種係，明明是王美風，如果多加數行就種，怎麼是假文青風？有冇人分唔出來嘅？阿簡你講下好咧。我知道咧文強咧係記切所有嘅商業化，唔過咧。嘅東西有文強一紮師，又變得當貴哦，當神奇哦，係冇？韓國呢，佢哋聽說愛用貴天嘅東西，比如講購置天龍、日本風嘅鋪位，喺講冇用，就總唔嚟講自家係文強。佢哋有貴天一些規矩，喺講冇只有佢哋做，就總唔嚟講自家係文強。一個小圈圈。冇錯。自家係古田嘅一種風格，係冇錯。不過到底大家就講到，比如講個創作嘅衫褲係乜嘅顯，係風格表現出來係乜嘅顯，當接去看藝術嘅作品。呢係上一台人嚟按樣獻做，呢下第一台人嚟文青到底上到用扮演，呢觀眾面朋友們上下同樣嘅世界度，當然觀念地度呢樣文青偏向是會有內都有獻會按做呢啲按度文青咧，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大家再聊。譬如講馬來了下最流行嘅粉紅獨角獸有睇過？唔講文青，會係好水風色吧？係你啊，許風色嗎？文強風啊，南北之語全係文強。
全部是你总是宋球要杠天鹰哎，你这样讲出去哈，我们的节目会被那些我的个人意见啊好，个人意见。以上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，行吗？欢迎大家都做嚟香港台上我的节目现场，加双语团节目，请大家评论一下，两个时台当时行两种文强风格，都係很用版而现身的嘛。如果你下转來，請大家去分享下你自己心目當中呢種文強，佢哋到底有哪對嘅想法嘅風格，也係講佢哋有哪對嘅身體本知道，哦，呢一種嘅只係文強嘅阿飛天知道咧，我記得有時係愛出自真心的喜歡，比如講各類型嘅藝文活動啊，某時我記得做嘅透露可能係讓藝術有相關嘅。哦，比如有啲係日本嘅工作家，係，很有愛啊，唐戲類，係，幾時係？用唐戲類去講解嘅藝術家和是種係那種十大建設該東西該念出來哦。香港還是明末清初？明末清初就得啊，要條咧嚇。明末清初，阿公台阿公台咁樣。對你來講，你嘅天意當中嘅文強嘅想法嘅風格係乜嘅？好，甲阿仁妹咪要講到嘛，甲咖啡湯嘛，係哦。錯。當日穿到啲咖啡湯啊，我們係恁咖啡是喺度改片翕相。我講到咖啡湯，我好好去紹介一下。講到咖啡湯，每日分乜嘅文強嘅咖啡湯哦，要分3種。哎呦，還有3種。其中吼，我係一家吃到係正經屬於嗰種文強嘅咖啡湯。比如講馬個了下最流行嘅粉紅獨角獸有聽過？有。你講文強有冇係好水風色吧？係啊，要許風風嘛。文強我喜歡。南海之語全係文強，全係文強。因為我剛才前面第一個白謙講嘅，嗰個粉紅獨角獸當然不是整件都是粉紅獨角獸，有一個鐵絲嘅。鐵色啦，鐵色。嘿，嗰係一種。啷個一種呢？其實冇買了解，已經永遠按到個文強咧。有到看到嘅咖啡湯哦，是這個復古風嘅。我復古風因為講正經哦，佢就係廢墟改建。因為放太嘅鍋，那佢長過。那佢簡單弄強利利變手一下，啊，變只吧台其實開始有一些的工業風的詞，工業風就是沒裝潢的意思啦。工業風就會講佢搶大態度啦，冇夾瓷磚啦。嘿，因為做得按到文強，不過最每一種吼，最每一種，我正經講一下吼。你上嚟喊學現代嘅，即係飛天嘅可能冇埋了解啦，咁我讓你紹介一下。有啲個咖啡湯啊，個地位都該別行吼，點啊個支持同婚啊，什麼反核變啊，地下非常吼，你係問嘅雙爆卵係冇？馬沙講嘅有按用應該咖啡湯啊，未做咧按到文強啦，不過最每我紹介一下，我印象當中吼。最經典嘅文強係用嘅3點哦，人事時地，我老大家講一下。好，你係那種邊緣人。好，死青係啊，到為拎物嘅秘魯啦，為彈物嘅音樂字啦，哦，走。係人事時間，聽出係下主條就會出現。你周先條聽出係水麼？係嗎？係冇千元嘅食強多，食水嘅，所以大家就講到音樂字，聽出去看到機，乜嘅50千嘅樹葉啊，全部看到機，該其實就係垃圾樹葉啦，嗬。人事時地物係乜嘅？該鏡景哦，聽出去看到乜嘅音樂字嘅魔劍嘛，係冇？好妙，係啊，仲想要講天音誒。你這樣講出去哈，我們的節目會被那些我的個人意見，好，個人意見。以上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，係冇哈？啊，假設我簽ran書英哈，簽莊白強，簽你行嘅粉絲專員哈，多了片，去把它封鎖一下。不過講正經，家又講到復古啊，還有一種嘅文強台體係大家好認同嘅這種無印良品風。那種我從係日本那種風格，當場會本應會起到那種簡約風，當場文強嘅感覺係冇。啊，你敢知道咧？哪種係文強風格？我老文強講嘅法，甲下北強講嘅。同字典咧。
根本就乱講，我知道文強其實經營嚴重好，因為呢，其實人看起來像藝術家，不過佢有設計嘅氣質。但是我知道文強啊，佢其實每棟好賣一條嘅，比方講精巧嘅日誌，像家下家內面有講嘛，韓國呢每棟好用一條嘅拍攝嘅帆布包啊，韓國呢你去到美術館嘅時間吼，聽說買隻台嘅，係聽說買隻台，韓國嘅台這個嘅，文強很環保。就普通，但是要當貴哦，唔過要係買下去。今日嘅新聞吼，可能藝術橋聽聽哦，上加落去只圖案哦，結果你兩百條，真嘅你買用心一下會破掉咧。係咩有可能？韓國藝術文強吼，佢當好嘅色，就像比如講膚色啊、拍色啊、米色啊，還有像 Uniqlo 無印良品，底部度買嘅東西，佢全部都會有。我說藝術文強係有按用嘅氣質就出嚟啦，就像愛拍色到膚色。就像我知道咧個衫褲嘅風格冇像文強。山水潑墨畫。我是覺得這個像是那個什麼水墨風哎，水墨風咪係文強嘅一種啊。像文強。哦，就係三生演推嗰種時節。哦，沒做對哈。不過講正經啊，就是講這種也算是一種你認為嘅那種簡約風，即係文強風。對阿家人嚟講，對於做衫褲開始，你知道文強會有哪一條嘅成法風格？除咗剛剛你講講要把到成功嘅鋪頭以外，我知道當然仲好做嘅拍攝嘅物嘅。哦，唔過做拍攝物，再重應該做看到。做拍咯，一天功夫做重做到人，做。佢一種天初係長工乜？錯。佢斷工係做唔得。做唔得，因為長工韓國做嘅膚色嘅涼鞋，係我看到腳字條這樣做的。有上次咪戴個漁夫帽，漁夫帽咁樣做嘅，韓國見到去咖啡店做些時間，一聽可以做老藝術有關嘅東西。真嘅。你睇到老藝術無關東西，仲未講自己係文強哦。比如講做通髮，打手遊呢？手遊做唔得，我都在去咖啡廳大塊天咯，我寫程式做唔得。做唔得，你講得講緊呢個文青。用 AI 嘅東西。文青工程師做唔得。做唔得。下計劃書做得。下計劃書做得冇。一系列做得，一系列做得。一些別嘅錯。啊，記得行過一堂嘅睇下嘅樂團嘅演樂，你講藝術歌曲冇彈過，技術歌曲冇彈過，咁你就做唔得，你到文強嘅世界。記得切對唔會彈埋嘅周杰倫猜呢個嘅唔會睇嘅咩嘅都唔知嘅。唔曉得你有咩天天唱咧？好像在講我，因為我摸堂流行音樂，我都聽那個地下樂團。你就會文強，緊定徹頭徹尾。唔過藝術文強咩去帶那個底片相機，啊，有沒有而買？家都英文做嚟形容嘅，我都超。哦，真嘅，跟相夢知道呢一種動超嘅嘢，對你來講係動文強嘅風格。家講吼，嘅咖啡湯吼，啲都叫同好帶筆電去咩？吼，福卡做嘅事情做唔得，佢天我帶到咖啡湯，啊，春我這天我帶個相機，我搞相機，係家講嘅內用咖啡，佢外用咗拿個阿仙巴嘅筆嘅，係你從而起嚟嘅，係啊，佢筆號同厲害哦，一筆咖啡都係10幾億嘅。你上次最後一盒有冇？唔攀得實，叫我拿得，啊，然後再下注3點，你做唔到，要1比我1到6點。係你我啲地陪讀根本冇咖啡咧，結果你中暑。佢看唔出來，係加個嘅簡約風，就講動盤嘅劉海啦，黑框嘅眼鏡啦，哦，加個嘅架子嘅咩嘅架子？咩架子係篷布胎？篷布胎啦，係啦，然後帆布鞋啦，你加個嘅太經典了，短褲重碼嘅，個做涼鞋啦，呢種風格。佢做乜嘅事情就動槍乜嘅你冇，動槍就有啲撲嘅。哦，所以人看動意。衝有胸夾，係主角咁樣嘅，連老影過那個借過哈，就好像借位啊，我把鏡頭在這邊，你冇叫我借位，你上去睇，係最知道嗰種人懂得啦，除非個佢喺表裏如意嘅，真人人家講乜嘅就敵，好唔好啲打槍，就像你主持人咁樣。係啊，那種就唔會俾人家吃到不舒服。啱啱講乜嘅？什麼？這樣最好咧，什麼太感觸好咧？無地自容係嘛？哦，新風感謝。
我今天到底台在用乜嘢？台在唔係按挪啊，按到袂是在少男，今天係跳秀做到温槍強人。我今天是博朗咖啡。你们你喜欢你的主题啊？好啦，我來講下，羊乳巷有4種嘅溫槍風格嘅分類，你大家來強量來看一下。第一種係尖銳鹹，即係講當好氣，各項事情都要鹹透，都要持到當新鮮，當然冇強量。第二個是鹽蛇鹹，即係乜嘅意思？就是討厭世界嘛，對於那個世界當鬧這個當槍，那個世界好像有對不起我一樣。我覺得這有些地方需要改進，然後對世界就是講好像有一種舉世皆濁我獨清，可能是屈原在世哈。來看一下第三章係乜嘅？分搶險，即係講要相信維持到理解到世界上當多嘅悲劇啊，即係環境啊、制度啊咧，結構咧操心，認為講共同去改變世界唯一嘅方式，當中嘅改革者可能係呢一種性格嘅分搶哈。最尾係文藝險，即係最傳統嘅分搶啊，即係講自己很有那種文藝氣息嘅感覺。不過家看睇睇時鐘然妹。假是半頭，你最冇法度接受嘅係哪一種？我這種我冇辦法接受係分搶型嘅，因為佢哋做法都懂自己，佢哋都會用那種發泄的方式，想要改變下世界。佢講是講你這歪睇咧，偏頭了，就會知道有種你有點自以為是。佢講是講成功誒，他哋就喊佢有為青年啊，我知道係咁樣。但灰傾咪橋咯，我咪係呢一種分搶型嘅，你本書未係哦？唔係，我咪係不喜歡這種分清型嘅，因為我是到呢一種性格人，其實係是到從因全世界啊，乜嘅人都得罪佢哦。其實為人解人理啊，喺佢解決事情嘅方法都係好激進，我是到安因為本人講。其實按你當創頭，其實假使開始要看動都係天然，有啲係天然主角，尤其係社會認同嘅領袖，有甚至會看到佢都係當有呢一種形體嘅人吼，可能係因為因為叫佢改革，佢故所叫對呢個世界講，愛天才做出乜嘅改變這樣做嘅，嘅假人能知道。冇法度接受。唔中意嘅就係厭世型，因為大家人生過已經咁艱苦嘅，總嘛真嘅，總嘛唔同睇自家正向嘅力量咯。叫佢影響到人。係真嘅，不管你做乜嘅事情，中國嘅乜嘅法度，佢哋都做得前度唔好嘅微數，安尼見弄。叫做見托個嘅啲缺點嚟講。錯，喺講做100件好嘅事情，喺講做1件唔好嘅事情，用影去成年，用個經驗。有一件唔好就細水。嘅阿小鳳咩強樣對人厭世型嘅，因為我是讀過啊，因為接到家天花哦，像講一隻細仔嘅狗子哦，談戀愛失戀嘅，講到勁嚴重，真心溫切切，我嘅細佬係對佢幾好樣，我知道講，一隻細仔人哦，講天花講到狗子，我講佢講，佢討厭條路啊用夾實啦，佢殺下來係咩冇聽錯，我想唔開啊樣嘅，我關心佢，又到等到條嘢，我了解下佢講，你冇事嘅，你錯不見咩講很種瓊瑤劇，佢這個係男主角安尼，用的唔好叫隔天冇事咧。就是那種人哦，就是影響到別人的情緒。深受其害的苦主都呢一片啦。咁過對白camp來講，遲到呢時種冇法度接受嘅。我先講吼，看起來你時種，你穿住運動就對係哦。有哦，我有挑到一些。只要明明都是你全部都有。點解係用埋嘢？我最鬧嘅係楊雪欣啊，吼。因為有打上一起個先發是多辛苦嘞，還會躺一起愛用染怪啊！我的生活跟你還有牽扯關係哦，自己的問題自己處理，家有本難嚴改緊嘛吼，自家的事情自家處理嘛。躺起愛用講起來哦，這個心情全部你讓響到嘞。唔過像你做生意始終就有挑到就冇安定嘅。假設我看到你面書就開心樣些了，我愛打落去。就可以打落去。那衝頭的面數有時候很洋氣，不過衝頭入上去也是一種文藝氣息。係啦，你還好都係文藝型。正經嚇，不過講正經那種咧時種風格來講，其實係乜嘅？即係講要設計嘅
嘅性格嘅特質嘅人，老太上冇強用性格嘅特質嘅人。你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唔看到了條文強型嘅時間，唔會知道新觀度上台體嘅想象係乜嘅，假使本土唔會想去做啲種文強平定事項目。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所以估了。鑑賞的眼光可能老一半已經冇空用，好有自己家嘅想法，自己家嘅看法。哦，對，藝術家。係藝術家，藝術家，我基本要談到漢當到拜藝術家，藝術家，藝術家，也就宋派人怎麼講嘅法，對吧？你可以講那個明末清初的古詩咧。即間咪係阿幫我已經講拍啥？我那種腔言的呢？我冇那種口氣的。好，一個說不幫妹，還有阿幫哈，阿幫妹莫宋超63號，我們的那個我們的至寶家有一老如有至一寶哈。啊，基本先用啦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你家有講到文強接送係身體較特殊，然後配上嘅無強用，自家有自家性格嘅風格嘅一種人嗬。唔過對大家來講，到底文強呢種人佢對人嘅印象程度，佢有自家乜嘅身體上嘅風格咧嘅阿理解，老太講下。我知道文強佢懂兩級嘅，有啲係懂做自家，嗰時候看下嘅時候懂哦，唔過有啲係懂文遊，但是我太啲嘅朋友都係懂文遊嘅文強啦。但是我知道文強佢有自家就有自家嘅性格，韓國想愛做乜嘅就做乜嘅，唔會插別人想愛做乜嘅事情啦。唔會插配上人都係做乜嘅事情。唔會想插別人嘅啲想佢愛用辦啦。做自家，有啲人愛人做盤，佢就話去做啊，文強佢自家想做佢就去做。哦，都有自家嘅想法，都有自家愛自家活在自己世界啦，哈。超。但是愛活在自己世界，咩唔係按簡單嘅事情啊。基本就是要跟文青結仇哈。大家愛封鎖啲。不過阿然妹老太太分享嘅係冇強人，假使對於嚟講，有啲人係好做文強，佢可能唔係正經嘅文強，那種好做文強嘅人，佢係有乜嘅身體嘅人。我知道哦，嗰種想愛做文強嘅人，佢有一個特質，就想去帶領大家，就像家講嘅，想去俾大家看到佢身上做乜嘅，用乜東西，佢其實係希望帶領一股潮流。真嘅文強，佢唔會承認佢係文強，佢咩唔會講誒愛就係文強。佢就會，比如講佢會去有自家規動會規劃自家嘅想法，比如講佢會去看那種非主流的電影啊，像金馬影展啊，唐嘅像家講非主流的音樂，但嗰次真有唐一批呢，啊有的會下戲咯誒，因為有獨特的見解，佢就有獨特見解，唔會佢唔會本人家壓迫。係啲咧啦，真經嘅文強唔會講自家係文強啊，像人家從來冇講自家咁人道強龍嘅意思。好，謝謝。我又佢見佢講遲到嘅文強自家都係身體當行有乜嘅風格。我遲到記得可能上事情改嘅邏輯性，思路冇強用，係，思路可能老一半已經冇強用，還是有該鑑賞的眼光，可能老一半已經冇強用，好有自己家嘅想法，自己家嘅看法。哦，所以藝術家。係藝術家，藝術家。我基本要談到漢當到拜藝術家，藝術家，也就宋派人怎麼講嘅法，對吧？你可以講那個明末清初的古詩咧。即間咪係阿幫我已經講拍啥？我那種腔言的呢？我冇那種口氣的。好，一個說不幫妹，還有阿幫哈，阿幫妹莫宋超63號，我們的那個我們的至寶家有一老如有至一寶哈。啊，基本先用啦。今天莫安用聽哈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，莫安用聽哈。對於家人來講，你知道文強人佢嘅身體當中會有那種嘅特質。我知道佢哋唔係想喺對事行當中變做文強，係佢哋知道自家變做文強，可能看起來仲要學問，某種眼神看起來嗰個比別人還有意義。韓國佢哋身體其實冇乜嘅強用，有啲人講法動快。唔過仲要質感嘅動快，仲要智慧嘅動快。藝上係冇多大人都嘛嘅有質感咩？最動快，最動快係要對動有質感。係錯，唔係要惡做嘅法。比如講，佢可以做到動強係嘛？佢都唔會講，誒，你點解應該做按強哦？你要做到
老呛才肠道。你今日做多动冲玻璃菜，差不多呀，意思就是有質感嘅快活。那很多油質感，那邊油質感咪扛唔住。這個你記唔記動膠菜啊？你上到動要提色。就愛用嘅，唔過咩要動溫柔嘅嘢，唔過要叫自己加堅持嘅點，比如講有試東西嘅時間，係咪用嘅油脂，可能一集到凍邪要嘛？喺我用嘢咩到一團，跌到做空氣都鬼神冇舒爽，係唔係？我帶飯煲菜啦，我帶竹竿啦。係啊，唔係，人家講嘅係矮係冇？係啊，溫強就係溫強。不是啊，那根本唔係溫強，這是處女座強迫症，好冇？講正經來對白 cam 來講，起到那種因為聽那種西行去做那種溫強，講起到溫強有乜嘅身體性格了。我老大家講，我完全唔會聽定大家強讓做乜嘅溫強啦。雖然我今日做到動人當看，但係我很有舒服些。係冇，是就今日甜甜啦，嗬。我本身啊，大家圈地啊，我係做啲酷多嘅體內哈，然後那個手工白眉啊，到傳統時裝啊，倆衝到便宜嗬，嗱，該種嘅大家圈地啊，哈，到埋個超市啊，個看下大紅嗬，哪一家東西最便宜啊，所以咧，完全唔會聽定大家。我就是最喜歡那種上父母是嘛個什麼個拍攝啦，嘛個環保，拍攝啦，所以今日甜甜嘛哈。我係繼續啊，到嘛個蝦皮啦，淘寶看最便宜繼續，我是下訂單。嘅你阿爺冇人知道，你家是本人來拖，我做溫強哦。我知道我學唔來呢，而家要成番縫結啦。你開再就學唔來，我學唔來啊，冇辦法講你開再就發冇。係哦，我到傳統時裝哦，攞啲長片嘅手工白眉啦。搶人嗌哦，係白眉呢。我而家就講成番都縫結啦，做衫嘅縫結我學唔來。唔係佢喺那叫搖槍換槍嗬，佢今日就一定係冇衫，佢真係搖槍啦。哦，唔是講話時間。哇！你講翻我乜劈落去？我說英文強冇辦法學啊，因為前面學唔來就試不要上網用乜變暗斷咯？就會試不上就本人笑啊。你冇本人大哥係冇？而家係文強，而家係哪位講其實？因為文強董上。本人可能本上大一，懂懂文強，你喺扯。如果係你猜錯，要嘅加文強哦，就會講係這個係王美加。王美啊，我啲嘅 IG 聽眾多多 hashtag。係冇錯 hashtag 哈，誒你係叫咩小公主冇來，我還有一個代表哈，王美代表，你似加似到。海公主，海公主，海公主。呢次係李家文強啊。哦，李家文強，冇，我知道我頭擺真見動槍文強，睇個網醫生我冇開再講法嘅時，睇佢說，哇，你好有氣質，好像文青哦。同埋強用真嘅，我頭擺真攞你動槍。好嘞，講唔係嘅事啦。冇啦，咱樓下我講下全部講都有文強嘅東西，比如講乜嘅從講嘅拍攝嘅拖嘢啊，韓國乜嘅那個帆布鞋我咩有，韓國有乜嘅底片相機我咩有，去咖啡堂我咩有，跟水果天都我咩有，我咩會翕相，故說我真嘅係文強，太木匠我你咪要冇見係冇？冇見嘛？有我有冇見？你鋼天啊！咩鋼天？我同你講吼，那個很貴呢，真件當貴。故說我說文強佢係當殺地來去付出佢想愛嘅東西，真件係自己係想愛去買乜嘅就買乜嘅，就是很隨性的人。但是我來講，因為頭亞下唔會想愛去做文強咧，頭擺壞啦，不過亞下就知道，亞下人生嗰個歡喜就好咧，做乜嘅停定潮流嚟講咯，係。你是知道，其實有啲文強嘅潮流，其實有上次係商業嘅考量，佢本身炒起來啊，本身炒起來，有啲係上架，有啲係點挑價，佢想講，安樣可能好賣，因為佢係簡單嘅風嘢，可能有啲嘢係到都市行生活當叫過後，會想要返璞歸真一下。其實有一種真係到兩係系統，這種文創跟文青，還有那種文化改革，都有啲意思上，當上強嘅感覺，本應係分唔出來。不過對父親來講，價值本應來學，因為做那個聽人那個文創嘅潮流麼？我根本是唔會聽啊，因為我是因為你是係潮流。因為我始終係根本是經過了這時代啊，所以你看兩下文強嘛個
日志，特别爱你是要用日志。韩国嘛帆布鞋，我特别爱是做帆布鞋。我听讲个要迄送台员工的法。你真是，你来讲，都是天天去啊。所以我才潮流。伊迄教母啦。教文青教。所有东西全部让爱特别看过来，全部当上场，所以唔是听。不过对伊来讲，个文枪有一个想法么？也系讲佢系真正嘅文枪讲。佢係唯有一個想法吧，我知道佢是係唔單唱講佢做衫褲嘅都唔會聽流行，佢自家嘅想法佢咪唔會聽流行，只不過按照自己心裡的想法去做。所以有當時你看到一聲音，假使佢有好有自家嘅身體，佢唔會聽人睇只聽眾。安用新概念，又相信安你做那个性格嘅分析，些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种文青性格。應該做的，係。哦，阿家人哦，唔知家會做那個文槍嗎？雖然你根本做個動槍，其實我唔想去看到人家面都槍。係啊，所以吼，我按槍咯。其實咧，我唔想去對事行做文槍。唔過咧，我平常時要去咖啡店啊，用果子天咯，做一些藝術嘅東西。係冇錯，還有開會嘅時間，我會拿一筆咖啡啊，跟藝術嘅一部分有冇？很多人都會拿定啊，很多人都會拿定啊。有時也做嘅上位咩動槍文槍，唔過咧。雖然講我有一些部分動槍文槍，唔過我講話嘅時間，還有當多嘅部分咩唔槍文槍。故說咧，我知道我唔係真實嘅文槍。其實無聲音啊，無聲音咧不會文槍啦。講來知道文槍吼，較很出錢。就唔係文槍說的咖啡一杯75塊，文槍75塊的咖啡幾張來買？以上咁真見有呀，你是家去撮的啊？俺唔會發了個錢，就佢用咧，俺當上槍。乾麵吼30塊，文槍的包裝就變50塊。哎，真勁，真勁，佢包裝就較貴嘅。所以每次老太太講嘅是係講咧，文槍其實係一種嘅生活嘅風格、生活嘅態度，最重要係問個愛建立自家嘅生活風格。不過到底自家嘅生活風格用辦先簽到機咧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打嘴鼓了。迄講你去家要吃到啊，愛懂皮啊，想要減皮啊。唔過我本來就冇吃到你懂皮，但是你硬講，我就吃到你懂皮。我說對。俺哋不見得講到吃到愛懂皮。你係前面係背，吃到愛冇懂皮啊，就不見得講到愛就吃到愛咩懂皮。因為老所有觀眾朋友講下，你係叫公斤嗎？冇叫誒豬肉料掉到呢？大哥，第一個體重哦，假使45入，他走得變3位數呢。冇啦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我嘅節目現場，喺你上台最尾要問大家講，其實樣板戲做到自家嘅生活風格係最重要。唔過真正想要尋到自家生活風格，天窗冇按改。先問一下黃少鳳，你自家來講下，nhà嘅生活嘅風格係乜嘅？俺嘅生活風格哈，你媽咪都皮出嚟。唔係，因為俺說，這就做俺自家就好嘅，因為俺平常時啲屋卡。我就甲講過，我一定係短褲、內領褲、斯里巴。你咪按用音，寧願帶到不卡。係啊，然後我自家嘅生活風格就係講，我睡冇，我頭一冇事情，我唔會調鬧鐘，睡到吃也香。我咩唔會講時間到我去食飯，我肚時要我就食，係就過野人生活就錯嘅。你退休了係冇？冇啦，香港嘅模式啦，香港嘅模式就會按你啦，你應該係話有送派員，但係就按你吧。咩送派員？咩送派員？你唔係強人，你錯。強派員。所以一文槍吼，唔係單槍識得喐嘅，用嘅係要做嘅。喐嘅哦。叫咩喐嘅？最主要係嘅博內啦，我真件係文槍啦。有博內要。買書係真件愛看，唔係買本片人看嘅啦。係，我要自家博內按嚟，真係真件嘅文槍。真正當好看書嘅人，係去圖書館借書，唔係去陳物嘅品。已經講出嚟啦，講出來了，至於兩家事係冇？係啊，而家便宜看書嘅人，真正係假文槍啊！係啊，你唱唔係講呢哦，唔係講呢哦，但係就學唔來唔掂啊！咁我講正經啊，對自家來講，簽到自家嘅生活嘅風格，冇係聽時行事係最重要嚇。咁個你講人嘅生活風格，用辦型嚟去簽到自家嘅生活風格。我說有人講一句話就會講，
你去家用板来上去家配人像用板来款语，迄讲你去家要知道啊，爱懂皮啊，想要减皮啊，唔过爱本来就无知道你懂皮，但是你进攻爱就知道你懂皮。哪位不见得讲都吃到爱懂皮，你係前面係背，那吃到爱冇懂皮啊，就不见得讲到爱就吃到爱咩懂皮。你係撈所有觀眾朋友講下，一下叫講金毛，他叫高飛心力。冇加叫誒豬肉料掉到嘅。台大哥，第一個體重哦，假使45入，他走得變3位數呢。冇啦，加累加冇講嘅，冇講嘅。我撈大家報告一下，翁小鳳有2個星期一哦。哎呦，可能超可能唔知哦，可能你阿妹嚟講啫。我說誒，你家陣來講下，你自家知道講自家嘅想法，在態度用辦去潛到啦。嘿，古時候我講誒，你用板上去家配人像用板來款語嘛，吼，而且亞基法動創有，韓國你去家係講愛接受來款做嘅事情有錯誤，迄個唔錯嘅話就會格格來修正。因為有懂東西吼，佢唔會去面對自家錯的地方。誒，我之後有懂得按用嘅。就看到唔錯就木住炸彈。係，真嘅木住炸彈，韓國要見對自家個啊，我冇按用嘅事情啊。故此我說隨時的修正自己是很重要的生活。係冇，飛天咪用按用興去遲到係冇，一係講嘢，我現在教母，係教母，有乜去簽到憲法嘅態度，憲法嘅風格。我遲到係老李家講嘅。多少場景要都有一些孔用，是你可以講頭下講配上講一講嘛，改剛意思會走心，就會變成別人講的那個樣子。所以我知道用自家最舒爽嘅方式，最自然嘅方式。係，安因是會大家都有大家嘅講嘢嘅方式，安因大家嘅風格是會冇孔用，從唔從阿爸？錯。嗰個小鳳哥嗬，眼皮唔掂用不顯個阿爸。我未叫佢自家嘅風格啦。我想認同，不過佢唔。如果係阿爸，都係我接也冇一隻，我係講有接到，我就阿爸，我係冇接到就衝，我冇認同。好啦，結果我咩錯嘅人啊，咩認同啊？係，自己人就簽到自己嘅 style，簽到自己嘅憲法嘅風格，其實當重啦。咁個亞人妹北美嗬，當要自己嘅憲法嘅風格，天作要係冇。係，因為我知道吼，大家啲自家愛嘛，有自家嘅風格，對配人嘅批評吼，唔好不要太在意啦。你講唔插配上嘢，配上嘢你都唱潮歌啲人都冇面皮。有個有痴心。哦，有痴心。係有痴心。其實個文強嘅強，其實係乜嘅？係強顏呢。就我少女的時候啦，吼，我頭擺頭擺。幾多年前啊？當叫以前。前一輩，因為隨波逐流咩？看個插子哦，人家種乜嘅，人咩想去做；人家搖乜，人咩想去搖。我肥嗰條來，我知道我浪費當多錢。我也就係現成啦，假使用幾樣事同我講，哎，按用條以後我 healthy，我切對糖二去。人生就按樣，跌倒啦，跌倒跌跌撞撞，唔知會有這種感觸。唔過一晃眼。個牆已經離你很遠了，很遠很遠。我說唔入到都唔係文牆，就唔係牆面咧。一晃眼，那個頭腦會變白色嚟哦。眼可能唔係見見人哋嘅搶眼書嘅報告有看到，其實50歲以下都按到搶眼。哎呦！竟然大家所有人都按到搶眼咧。啊，我凍槍哦，凍槍煙哦，凍溫槍哦。我係講乜緊？我係講自己係凍槍。頭擺芒簽到自己係搶嘅蔬菜，你下次到自己都搶順順嘅。都有信心誒。信心講。我睇唔成嘅下巴，唔係你都係攞嚟反應。都有信心誒，他眼用講。哦，真嘅嗬，咁個係最尾嚟問下家人遲到，對你嚟講，自己用不興來簽到自己嘅憲法嘅風格、憲法嘅態度。冇錯，因為大家都講文強係簡單簡約風，故所呢，我希望呢，我平常時做事情嘅時候，唔會做上司。呀，超憨太簡單了，這個太簡約了。太幹了。做事情嘅過程強強利利、簡單單，比如講，我啲屋卡做寫文啊，做幾樣講，冇做慢，你會做啦。唔係用見工6年喎，要8年呢。一樣到嘅啦。
哎呦啊，师爷，你这样讲，干妈个给你结婚你就了哎，你做嘛唔该了。强诶，唔强诶，要唔强诶。拜托，莫做衫褲吼，佮做烘焙吼，當危險，莫安尼。嘿，我老多。盖人讲。本有談到嘅時候，真件人皮可以送到醫院吼，佢送到醫院時就講醫生看到，係莫做衫褲用白去，佮當唔好啦，好啦，講真件講下去。錯啦，就是唔會弄到買奶乳黑，錯嘛？做事情嘅時間要動有效力。東曬樹。錯啊，哎，你講到快刀斬亂嘛，順便過來。什么意思？孙悟空。当场来送在礼拜去摆个冠军用的强用的，哎呦点水呢吼？黑嘛？嘿啦，你知道現在是甘泉寺係麼？啊，強強力力，真人。強強力力。啊，就係講呢個擺出那個字寫的，其實台在看到你，只有像我們的教主一樣，告訴大家，走到自己嘅風景，自己嘅風景。其實安尼就啲嘛，那個文昌，所以講安尼可以尋到自家屬於自家嘅生活的風景，屬於自家嘅生活的態度。今天的事項有上司，你會知道講，呢個事項嘅東西，清腔唔係屬於自家係冇，白欠係冇。你基本係反面代表，你覺得呢？反正啊，講到最美啦，我響係非常壯的認同文昌啊，文昌嘅咋個講一擺，就係人事實地物，邊緣人，講正經啦。文昌吼係自家菜到佢自家最疏鬆嘅方式嘅生活方式啦，唔係講正經有乜嘅錯也唔錯，但是佢自家歡喜，安樣是係最錯嘅方式。係咪咁講？就係基上嘅菜到乜嘅明末清楚未做得啊？冇插到皮沙。那你隔壁，哎，你幫大家命名一下，哎，隔壁他媽嘅鳳姐，佢買鳳機哦，佢哦，他躺在馬路上，皮沙會夯落去哦，所以就搶頂嘅水這是做得夯落去哦，風頂嘅水這總得，你係馬山啲嘛？你係斑馬線，咁你後背介紹，後背介紹，雞皮風，唔係，完全那個背景強龍嘅節目啊，完全看不到佢，是就名一婷婷啊，他就是隱形人。有臉女，無臉男啦，假人，其實佢算係正經嘅文昌哦。我係你今年做乜嘅會撈佢做到差唔多嘅什麼嘅？情侶裝啦，情侶裝啊！不要這樣哈，小鳳係馬該鳳姐。小三啊，顏色比較淡一點。係小三。佢專心食嘅東西就好咧。佢今年最尾嘅重點係。佢今年來吼係讓人強脆啊，係啊。我們一起來嗆大家嘛，好，最後 ending 告訴你來講。我講真件啦，最尾時老太講，我尋到自家嘅生活風格，冇聽到事項，我聽到事項，聽到最尾，其實係睇自家，唔料到自家，唔知自家在那邊，我是誰，我在哪裡，我在幹什麼，你永遠就知道講，永遠尋到自家風格，開始來尋到自家生活態度、生活風格，希望睇自家沒有自家嘅文昌風格咯。下禮拜同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。要下太假歌，上來聊聊，拜拜。上來聊，妹講新夢衣哦，妹講哈，好斑馬線新夢衣，嘅奶什麼哈，奶講什麼？哦，上來了，拜拜。